一下，我叫我哎。好，然后我也想要介绍一首歌，然后这我本来是写给我自己的。嘎布就是年龄阶层，不太好解释。阿美族是母系社会，对，女人是母系嘛，男人呢就是阶层。我也不知道怎么解释，有机会上网 Google 一下啊，反正你们就懂了啊。然后是纪念一群人哦，一群人的名字叫拉千禧啊，我是拉千禧的。然后我也给我的很支持我的听众朋友们，他们也有一个年龄阶层的名字叫拉铁粉。因为什么要叫铁粉？因为他们是铁的心。爱苏密的粉丝，然后但是我的粉丝都可以借用，也可以借张惠妹用，然后借张震岳用，偶尔借给Lady Gaga 用，就是只要你喜欢，你认同原住民文化，然后我觉得你就是属于这一份子。文化不只是血统哦，而是认同。有些人他不是日本人，可是他超爱吃日本料理的，甚至去跑去学怎么做日本料理，对不对？可是他不是日本人，他可以喜欢。有些人不是韩国人，可是他超爱听韩国偶像歌曲，或者看韩剧，然后甚至跑去学韩文。可是他不是韩国人，他喜欢，他就去做。所以你们不是原住民。也没有关系，你可以哈原住民，用哈的就好了。喜欢就去做吧，文化不只是血统，而是认同，好不好？欢迎你们加入原住民的行列。来这首歌，拉千禧，and拉铁粉。的太平洋一直围绕着，海洋下的那一直唱着我们的歌，唱着我们所有人，唱着我们的名字，唱着我们的名字。拉千禧是拉千禧，拉铁粉是拉铁粉，拉千禧是拉千禧，拉铁粉是拉铁粉。老天爷，老千禧是老千禧，老天爷是老天爷，哦呀哦哎耶呀。
是老铁们，老铁们他很爱杜兰，老铁们他爱苏米，老铁们他爱马桑，老铁们他爱杨幂，老铁们他爱苏比，老铁们我很爱你。 低调一点，低调一点，这边是书店，你们忘记了？隔壁在看书呢，他一直听到拉铁粉，拉铁粉，他听了会头痛。没关系，让他头痛，痛一下而已。好，要不然这样好了，最后一首歌我教你们唱好不好？唱一个阿美族很简单的歌曲。 阿美族有一种唱法，很简单，就是一个人领唱，其他人答唱。答唱的只要反复同样的语句，就会给领唱者力量。这是人类学者说的。这是很简单啊，不用害怕，宿命带着你们，好不好？不要怕，不要怕，但你们要有出草的心情。没有，为了什么出场？为了唱歌，好不好？来，我当你唱哦。啊呜啊咿呀那咿呀哦嗨呀，然后打唱。哦嗨呀咿呀哦嗨呀。很简单啊，打唱只要哦嗨呀咿呀哦嗨呀8个字，其中又有3个字一模一样。如果你还是不会唱的话， 原住民也没办法救你，懂吗？练习啊，很简单嘛。还有，啊呜啊咿呀那咿呀哦嗨呀，哦嗨呀咿呀哦嗨呀，嗨耶呀哦咿耶呀，哦嗨呀咿呀哦嗨呀，啊呜啊。 呀那咿呀哦嗨呀，哦嗨呀咿呀哦嗨呀，哈呜啊嗨呀哦咿耶呀，哦嗨呀咿呀哦嗨呀，好听哎，好听，没有在书店唱过歌哦，很嗨哦，后面的有没有嗨？哇，我在书店唱过。 妈妈等下打电话问你，你去哪里？我刚刚在书店唱歌，要唱好不好？都要唱哦，要唱，不要放弃自己，要唱哦，好不好？好，大家一起唱《石头歌》。准备好。啊呜啊呀那咿呀哦嗨呀。 哎呀，哦咿哟咿哟哎呀。